嗯。老娘们儿，烦人，讨厌。都成了马场一道必逛的景点了，晚上又有闪闪陪着你，没事了俩人还聊天聊到天亮，多好啊，还孤苦伶仃的。嗯，闪闪呢？我还闹掰了。咦，闪闪来了。孩子他妈，我错了，正式的给你道歉。咱俩床头打架，床尾和，别跟我一般见识了啊！晚上跟我回家吧。